好啦，嚟到今日第34場嘅賽事啦，會計師公會杯第2場 A 組賽事開始咗啦。有我哋1號線嘅中銀香港龍舟隊，2號線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，3號德勝龍，4號領展龍啊。好啊，暫時領先嘅呢就係3號嘅德勝龍啊，咁隨其後嘅中銀香港龍舟隊，然之後係2號嘅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，最後有領展龍啊。好啦，比賽過咗1/3啊，4號上緊嚟喎，發緊力喎，領展龍。好啦，冇錯，而家就係下面就係3號嘅德勝龍繼續領先1號嘅中銀香港龍舟隊，4號就上咗嚟啦。領展龍啦，第3啦，最後係2號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。好啦，最後8位空先3號都可以到，我哋嘅優勢有德勝龍啦，而4號嘅1號嘅香港龍舟隊嘅第3領展龍啊，冇錯。好啦，最後衝線嘅就係我哋嘅2號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，白旗舉起示意冇任何犯規情況完成賽事。